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8月初7，旧历的6月18，礼拜5。24节气今仔日来到立秋咯。立秋表示讲，这个烧热热天就要过啊，凉爽舒适的秋天就要来咯。也毋过台湾是属于亚热带的气候，所以天气也是真热。大概要过2个月，才会当感受到天气有明显的转变。中医师讲，这款燥热的天气，食白色的食物上该适当，像这个水梨啊，像这个莲藕，拢是袂歹的选择。日头赤洋洋，无讲你唔知影，即马这个时节竟然已经来到入秋咯，这原来表示秋天就要到咯。交角看135度交角，这一个时刻，今年是落到8月7号的9点06分。无讲你唔知，也阁真侪项。亲像咱人有分查甫、查某，但是你敢知影秋天原来有分公的甲母的吗？唔知影无要紧，今年的秋天到底是公的还是母的？咱来听专家安怎讲。白天的话呢，就是所谓的公秋；晚上的话是母秋。那今年的立秋的日子呢，是刚好是8月7号的早上9点左右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称为是所谓的这个。今年前半年风台真正有较少，但是后半年呢？专家在讲，风台可能赶伫秋天来报道。不过，这气候的变化，毛人咧讲，就爱保身体，身体要安怎保，才会当保了正确。咱来听中医师安怎讲。当然，以中医的角度，我们秋天立秋的时间，还是可以所谓的凉补，开一些比较润燥的一些药材，包括我们的莲子、百合或是蜂蜜。这开始日秋，不过日头安那热咻咻。这几天天气也是相当炎热。若是有要出门的朋友，就爱会记哩，无啊开线就要会记哩早。上重要的水就要加啉寡。